大家好，上一期上海旺縣麵店嗰個視頻，大家睇唔知有冇一個疑問？點解喺上海呢個咁繁華嘅地方監管得咁完善，會喺市區裏邊有一家廚房咁污糟，而且用咁多過期原材料嘅飯店喺度？其實呢個咧就涉及到我之前假奶粉嗰個視頻裏邊講嘅嗰個原因啦，就因為食品安全監管存在人手不足同埋處罰唔到位嘅問題。一般嚟講，喺上海、北京或者係其他一線城市、珠三角、長三角呢啲地區，佢哋嘅食品生產經營行業，相對於其他經濟冇咁發達嘅地區嚟講，係會多幾倍甚至幾十倍嘅。但係食品監管人員嘅數量，由於受到編制嘅限制，係唔會多得幾多嘅。所以平均每個人監管企業嘅數量，發達地區比唔發達嘅地區係要多好多嘅。就以我哋呢邊珠三角為例，喺食品生產領域，基本上就係1.5個人監管100家生產企業。呢100家生產企業包括係食品生產單位同埋食品相關產品嘅生產單位。喺餐飲領域，基本上就一個人監管500家餐飲店；喺銷售領域，就一個人監管1000家銷售單位。由於去檢查嘅監管人員每次必須不少於2個，就當2個嚟計，所以等於就係每2個人監管1000間餐飲店，每2個人監管2000間經營單位。呢個比例喺啲唔發達嘅地區會係低啲，甚至低好多。但係唔代表唔發達嘅地區佢哋監管嘅水平、監管嘅效果比發達地區要好。因為發達地區監管人員嘅素質，佢哋係相對會高啲嘅，佢哋會通過不斷咁提高佢業務水平，提高佢嘅監管效率，嚟到不斷咁提高整體嘅監管水平。但經濟冇咁發達嘅地方，佢哋又做唔到呢一點啦，所以佢哋總體嘅監管水平係冇經濟發達地方咁高嘅。呢個總體監管人手嘅情況。但另一方面，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問題，就係喺基層嘅食品監管人員，佢哋有1/3嘅時間同埋人手係要做鄉鎮或者村居嘅非本職嘅工作嘅，包括係拆遷、維運同埋其他專項嘅工作。然後剩翻落嚟嘅時間同埋人手，雖然係可以做本職工作，但喺本職工作裏邊，亦都有一半嘅人手同埋時間要做相關嘅督查督辦、總結匯報、加班值班、專項行動等等。然後剩低嘅時間同埋人手，先至可以對呢食品生產經營企業進行檢查同埋監管。而對於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嘅監管頻次都係有規定嘅，基本上就1到2年要檢查1處，有一部分係要1年檢查2處，有好少嘅一部分係要1年檢查4處。呢一部分主要就係嗰啲集體食堂，包括係學校、企事單位嗰啲集體食堂。2個監管人員1年用1/3嘅時間，能唔能夠完成呢啲監管？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而啲一線城市，佢1年檢查嘅可能仲唔係話600-700家次，可能仲係700-800家次。所以壓力係非常之巨大嘅。然後第二個關鍵就係當檢查發現問題嘅時候，有時候必須要立案處理。但係假如一立案處理，又要耗費相當多嘅人手同埋時間。因為一個案件要處理好嘅話，哪怕係簡單嘅一個餐飲店嘅違法案件，都可能要耗費呢一組人5個工作日嘅時間。假如係生產企業嘅話，可能仲要耗費10個工作日嘅時間。所以案件數量多嘅時候，會擠佔大量嘅監管人手同埋時間。於是就可能造成1-2年都唔能夠對所有監管對象進行一個全覆蓋或者精細化嘅監管。2年時間冇監管嘅話，足夠上海嗰間旺縣麵店積聚好多污糟邋遢嘅嘢，同埋好多違規違法嘅行為啦。所以喺監管嘅時候就遇到一個兩難嘅情況啦。你遇到啲違法行為，你立唔立案去處理？你要立案處理，而且立案嘅數量多嘅話，你用於監督檢查嘅人手同埋時間就會大幅減少，最終好多經營單位就唔能夠覆蓋去檢查啦。但係你俾個警告或者責令整改佢，好多經營者其實係唔會真正咁去改過嘅。於是你啲違法行為會一直咁持續。有咁睇你監管人手不足同埋處罰力度不到位，其實呢個係一體兩面，係同一個問題。呢個就係根本嘅原因。而一啲經濟唔發達嘅地區，因為呢個原因積累落嚟嘅違法行為其實係更加嚴重嘅。我會喺打後1-2期視頻以案說法、以事件說法呢度佐證我呢個觀點。新年快樂！